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咱陆建明，咱迄个杨德安师及各位领任，咱在座的单主，甲迄个各位大德菩萨，大家好早。讲师早安。伊来遮讲爱讲台语啦。所以咱好势是来遮甲大家学习的啦。今仔日咱好势承蒙上天慈悲，祖师的弘慈及我们师尊师母两位大德大恩及我们和老前人的五大牺牲，及我们一手大仙的忠义精神，及我们现在的义和的大家长周前人的领导之下，还有我们顾前人的领导之下，各位点完师，在座的各位领任，各位贤贤给后学的鼓励不弃，今天才能站在这个庄严的佛堂，与大家来分享。对啊，今仔要讲的题目是度过修道的低潮啦。这低潮，咱人生，咱人一世人当中，敢有拄到低甲悬？有哦。无拄到低人举手。安尼大家拢表示，大家拢有拄着啦。拄着困境的时，咱要安怎来去度过？所以你讲，咱若拄着困境，一定安怎？咱爱有迄个重点哦，爱有啥物心？行，咱来迄个行来提出来。行。咱好势昨去参加迄个崇德一间迄个净慈寺安坐甲落成。伊咧足山顶的，伊涂起来足山顶。迄间佛堂起13年啊。伊咧要起佛堂的时，包括迄个领导点完师伊拢出国去开放啊。迄个咱老师就讲，徒儿啊，你就去办。为师随时在你身边，迄个净慈寺是咱老师给树的名啊，所以咱家看，真正有影，他们净慈寺迄个群英啊，迄个因迄个单位叫群英，他真的，或许看他那个纪录片伊有一个迄山顶遐道亲拢咧逐个摸安尼，砖安尼，铁皮板安尼摸到山顶去，斗安尼，迄有困难足困难的呢。真正要开垦一间，迄间佛堂真正有够庄严啦，互咱看下感觉讲，真正，这什么力量？后壁一个什么力量？重点。什么力量？道的力量。咱今仔也无诚心甲道的力量，咱绝对有法度完成这间大间佛堂。张中道办几道，咱可能叫袂着。安尼，迄偌济？3000。300道。300道，搁食中道。咱是袂听讲？咱遮在座总部讲真惊食豆了，系啊，所以咱真正迄种咱好势去参加迄种
真正迄个因遐领导电视甲遐点完书吼，大家拢做为了即间饭堂吼，真正咱好势前几年看迄个黄领导，你总会看迄黄领导，迄黄领导身材了真好，哦，啊结果尔，昨昏去看安尼，人安尼加瘦有够济，为啥伊会瘦？就是迄间饭堂，伊遐烦恼足济。 所以，咱好势今仔日哦，前年就是讲，咱好势遮摕一个迄个王过禅师哦，伊一句话：不经一番寒彻，焉得梅花扑鼻香。哦，咱也照字面去讲的，咱梅花是咱的国花，啊梅花伊拢伫什么时阵开？寒冬。 寒天吼，愈寒的时，伊就愈会开花。啊，所以咱人嘛共款啦。今仔咱好势来遮讲一个实在的典故啦，这是别单位的。因有一位70几岁的老菩萨，像讲今仔要开班，伊昨昏就来啦。 摒扫佛堂啊，七宝来创啥个？结果嘛有其他的前贤来做啊，其他的前贤来做，即马较少年就讲老菩萨啊，你年纪较济吼，你去边啊吊困啊，阮来做就好啦，安尼啦。老菩萨，我想讲安尼，拢大家拢咧做，咱伊无做，伊的心内会艰苦，叫人。 由咱老母娘自己哦，即尾仔伊想着啥？好，我去进前人一工来做，进前人一工总无人嘛。哦，伊提早啊，人进前一工，伊搁进前一工啊，安尼啊，就伊就真正，完了逐岁要开班的时候，伊就来哦，共阮去摒扫，结果有一工啊，拄着雨来天。 拄着雨来天，伊吼想讲要七宝来，七袂着，伊就举意头啊意头来贴骹安尼，就安尼七。伊意头贴骹的时阵啊，伊就挂鞋啊，就安搭起来安尼啊，要七到一半，有一个单主来啊，伊就安尼，你哪会安尼？ 遮无规矩，挂鞋安尼，给打起来椅啊安尼。哦，结果这老菩萨互迄单主讲一个尔，从此以后，拢袂来佛堂。偌久无来，3年无来。伊无爱去，为啥？你甲讲我无规矩啊，我搁提早人去佛堂了完做工课啊。 你做一个单主安尼甲我讲，伊像3年拢无来，叫3年后开仙女班，关圣帝君甲这个单主讲，伊讲你去请某咪人来讲，我要找伊，叫迄单主啊较早，落来骑脚踏车骑落去找，结果。 迄位老菩萨，伊心内就感觉，我今仔就要去菜市仔买菜，是安那？我会行佛堂，即个方向来啊，安尼啊。叫迄个单主拄仔甲半仔拄着，伊讲某咪来啊，仙女要见你啦，你紧来啦，去啊。结果去到佛堂了，迄位老菩萨看到关圣帝君啊，连跪都歹跪啦。 连参加都不爱参加，安尼啊？伊感觉伊无毋对嘛？尾啊，关圣帝君就来主持讲，这位白主吧，你敢知影吼？我安尼出一张考试，拄好甲你考者，你既然袂通去考，我照迄位单主安尼甲你讲一句较重的话尔。 你着拢无出来佛堂，安尼。
关身体分了安尼讲了，伊安尼随归落忏悔。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有拄着安尼无？应该有吧。啊，毋过咱有咱拢安那，大部分拢来负责忏悔，1000箍数、2000箍数，哦，大部分拢是安尼。咱照要论经讲啊吼，咱爱甲咱的爱甲咱的负责人提毛巾，来忏悔。前忏悔了，快提毛巾甲负责人忏悔，安尼。这我那是分几礼节啦，所以咱加看咱经过安尼注意老菩萨经过安尼了，伊后壁会拍拼。70几岁呢，谁知影会搁食老久，无人知啦。咱定讲人生无常，啊，所以咱一定咱修道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经过考验。咱若无经过考验，袂进步。啊，咱若拄着考验的时，咱心爱安怎是？感谢天恩师弟，哦，啊，过来，以咱好势啦，咱好势，感谢上帝慈悲，感谢老师，甲咱化转，咱以后啊袂安尼做，所以咱免惊讲拄着低潮的时，我拢无爱创啊，我无爱创啊，一定是咱。修道何为修道低潮？修道安那一定，咱头前就讲啊，咱人一生当中有关系嘛。咱这个低潮有内甲外，内咱好势先讲内上歹处理的一件代志。贪嗔痴，这三上歹处理啊，所以咱咱为什么有烦恼会艰苦？咱有贪嘛，贪求我爱迄项物件，我袂摕袂着，我爱袂着，我人会艰苦啦，安尼啦，是毋是？人会艰苦啊，这就是上简单的。毋过往上简单的这方面咱要去做愈歹做，愈歹做，咱就爱安怎小心，爱细意哦，谨言慎行，安尼，搁咱的行，外的呢，外比如讲做生意常常失败安尼是讲去拄着什么人生的大事啊？生意失败，咱去讲咱左边的钱结果咱会知影，人就好啊，是哪会看下无几工，人就走。这种的大事，咱好势啦以咱好势来讲，咱好势拢会去去道亲讲，你着爱看开啦想开啦，你着爱保重啦，结果咱好势听着当事人安怎讲你边仔听着当事人因为你当时毋是我，你当时也是我的事，你敢知影我的心境安怎？你拢讲爱放放下就蛮简单，咱好势等后壁。所以咱低潮有内甲外，这两个你也法度家去有低潮，无低潮。所以咱老师嘛讲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拢是家己考家己啦，毋是别人考你的啦，无人会考，谁考会着你？咱好势比如一个上简单啦，
比如讲下昼食饭就好啦，咱好势食3碗，咱敢有法度对好势安尼食3碗？无嘛，对无？所以这毋是家己靠家己吗？要怪谁？要去怪别人啊！哦，所以其实拄着问题，咱爱安那时常回光返照，反倒转来问家己，毋通去怪别人。小可代志嘛要怪别人，大代志嘛要怪别人，安尼，安尼，人安怎啊？啊，你拢较怪我就拢互你冤枉就好啦，安尼啊。啊，所以啊，咱就是讲啊，咱爱讲话啊，爱细意啊，无啦，祸从口出啦，哦。搁一个低潮就是一个坎嘛，门槛，哦。咱好势着去，咱好势细汉的时去增加。比如讲，田你遮，啊遮是沟啊，这沟啊，啊，阮这边要跳过这边，咱好势较早做囡仔时拢安尼跳，啊，就是一个坎嘛，你跳无落，就落去沟仔底啊，哦，啊，好势若捌跳无过，落去沟仔底啊，啊，所以咱爱跳好过无？啊，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爱跳好过，爱去跳过啦。哦，人讲哈过就过啦，哈无过就无过啦，对无？啊，这个足简单的啊，听起来足简单啊，啊，毋过啊，要做足困难。咱平常时啊嘛，咱若拄着困难的事啊，咱拢安那去庙寺啊、烧香啊、佛祖啊，你着甲我保庇啊吼，保庇吼，我全家平安啦吼，啊我事业丰盛啦，吼，啊搁来啊，啊保庇吼，我囡仔会当会当考着好学校啊，安尼啊，吼，啊我规家啊会当享受荣华富贵啦。想遮以咱好势啊，即摆来想，遮拢假，伊拢早袂去啊。啊，所以师父嘛甲咱讲啊，伊讲，恁遮徒儿啊，哦，真傻，功德都不够啊，还跟我谈什么条件？讲要孝顺父母，敢有做到？哦，啊，讲要改脾气毛病，敢有改？有啦，有改啦。啊，毋过吼改无济啦，拄着改啦，毋过人讲三日无溜八上树啦，时间淡化袂记哩啊。哦，啊，即摆来，紧过来，安怎？三个走出，潜意识内底迄个物件个走出。啊，咱今仔日你修道，你听道理，就是甲遮物件给拍后死。莫互伊阁走咧，无足厉害呢。